哇！情人節又係送花，想有新突破嗎？啱晒呢款 AI 盲盒情人卡，自製超好玩。盒內分為葵扇、紅心、梅花、階磚4類，對應物質：日常付出、浪漫互動、信任考驗。每類5張，共20張。物質類送我1兩黃金、歐洲之旅、名牌手袋、鑽石、珍珠鏈，夠實際。日常付出類洗3個月馬桶、洗車，連續按摩100小時，慘慘豬。浪漫類擁抱10分鐘，陪睇40集韓劇，攬實唔准走，甜甜蜜蜜。考驗類問對方小秘密，例如你收埋幾多錢呀？上次見到你同個男仔一齊，超有挑戰。這個遊戲刺激又緊張，好好玩呀！你會承諾做晒所有任務嗎？大家留言討論，分享意見。解鎖專屬甜蜜挑戰，祝大家情人節快樂，Happy Valentine！